后来回转来看，川普的政策大转弯，对顶关税要延迟90天。台湾产业有伫美国开店做生意的，像这个手摇饮料的业者，顶下游的厂商焦振东是注文着原料大吨货，都惊90天后会阁有变化。 袂前开门做生意，饮料店就真无用，因为一开门，现场的人客电话订单一直来，是讲毋但顾好台湾的人客，美国的版图嘛会随时掌握。哪做饮料，哪思考免怎因应经济的变化，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伫台湾时间7月透早宣布讲，将完对顶关税90天，上下游的厂商焦振东。其实对美国代理商来讲，应该也是没什么差，他们可能就是会在利用这90天，先把原物料啊，例如说珍珠啊、茶叶等等，先把它多进一些进来，做一个囤货的动作。业者讲，原料拢是为台湾出口到美国在地合作的伙伴，就惊讲90天后会有变数，爱把握时间，唔拿订货，爱搁囤货。真个生意人拢超前部署，就是看好未来商机。市调机构研究发现，美国饮料店市场规模将伫2030年超过7亿5千万的美金，真有前途。是讲即马对顶关税各路还未消散，讲都爱分散风险。如果美国这边有关税问题的话，我们可能会转移到欧洲或是东南亚国家发展。做了很多的磨合，然后一直在问什么时候开，他们都想。 那我觉得这次也是我们的机会，是机会，嘛是挑战。真济生意人拢已经伫美国开店，要抢市占率，为10外间店开始，为超过150间的拢有。因过承认讲，对顶关税确实影响到产业的布局，暂缓90天，至少大家暂时松一口气。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